过来。好，各位黄莲师、洪莲师，各位点燃师、各位讲师、各位浅显道亲，大家好，大家请坐。后学首先感谢天安师德，感谢白水圣地，智德大帝，在天之灵的护庇，也感谢今天黄莲师，我们领导的点燃师，洪莲师，给后学这个机会，到我们崇恩，跟大家报告一个主题，就是三宝心法实现弥勒的家园。三宝心法是我们得到的一个根据，也是成就无上佛道的一个法门，也是让我们改变自己成就成道的一个法门。那我们以这个老师传的这个三宝来实现弥勒的家园。我们今天老师的使命，老祖师师恩师的使命，就是把人间化作天堂，人间化作净土，把各处的佛堂都变成净土，把每个家庭都变成净土，都是弥勒的家园。所以我们都是弥勒的眷属。那弥勒的眷属呢，就是同心建立，同一个心，那个心就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以呈现出来的是一道同风，一片祥和，每个人都非常的都是非常的一颗柔软的心，感恩的心，清净的心，平等的心，恭敬的心，每个人都是那种包容的心，所以呈现出来的那个弥勒的家园，人和人没有距离，没有隔阂，没有嫉妒，没有嗔恨，没有怨，没有怒所以呈现出来的是那就净土。所以老师的使命是要建立人间的天堂。天堂不是回去叫做天堂，而是在当下可以成就这个天堂。所以当我们找到了我们那个真心的时候，找到我们原来这颗最纯正的心的时候，每个人都人同此心，每个人都能够为天地立心，都立足在原来这个刚刚所讲的这个真心的时候，流露出来的是无穷无尽的爱，是无穷无尽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那个德性流露出来的，来感动周遭，感动我们的周遭的每一个人。所以叫做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我们感动3个人是3个人的德性，感动30个人，感动300个人，那是大德敦化。就像我们的前辈很多我们效法的前辈。所以三宝心法非常重要。那三宝心法呢，我们一般对三宝心法的了解，一个是文字的三宝，文字玄关教、口诀、合同，但是我们不了解这个里面的含义是什么。那有些是了解名相的三宝，玄关窍，这叫玄关窍，这叫口诀，这叫合同，那是名相用很多的名相来解释这个三宝。那我们今天所要谈的是谈心性的三宝。三宝心法是让你明心见性的法门三宝心法是让我们悟觉心开，开悟见性的法门。因为我们常讲信受真传嘛，真传有道统的真传，代代相传的道统，所以一代传一代。那谁接续这个道统呢？就是天命的明师，明师，所以明师来接续这个道统，也就奉天承运，得受老母的权柄来传这个道统的，他有这个德性的，所以这个叫天命明师。那天命明师传什么呢？传什么呢？重点是传后面的心法真传。所以很多在道统上很多的争执，你这个祖师有些差了800年，有些差了1000年，怎么传不重要，
传什么才重要。所以过程不重要，我们要知道那个结果。传什么呢？传心法，就是心法的真传。所以达摩祖师当时有到中国的时候，他讲2个方法可以契入本性，一个是明理契入本性，一个是你不明理，但是不断的做，就像那崔氏族，他后面一直做，也在行布施，也在行精进，也在行忍辱，也在行禅定，也在行智慧，也在行持戒，6度佛密同时在修行，修到最后他能够成就无上，成就大菩萨。那如果像以前我们老先生带的前人来台湾，很多前辈，很多我们的文子菩萨啊，很多的我们智德大帝啊，当时有碰到什么困难的时候，我们就到福山，因为我们老先生在。我说这个再怎么样，在理上该怎么做，马上就可以迎刃而解了，是不是？那老先生他老人家白水生地，他老人家成道了，我们智德大帝成道了，到我们这一代，甚至于我们各位坛主、各位讲师，将来点燃师也会归空了。那我们这个理就很重要了。所以这是以节为师了，不是以戒为师而已啊，不是以戒，要以觉了，当然有以节为师以后，又能够以戒，戒律当然重要了，可是觉性更重要，所以悟觉心开，所以非常重要。所以我们2个现在呢，能够理入又行入，2个双管齐下，那最好了。那修道的目的，就是为了最后开悟见性嘛，开悟见性才是修道的开始。悟觉心开以后，悟后才起修，悟到什么？悟到本来的面貌，悟到本来的自性清净，才开始修正内心还没有放下的执着，内心的我悟到本性本质清净，但是我现在心不清净啊。原来慢慢了解不清净是怎么来的，所以修就修这个嘛，是道不用修，但是不可以污染呐。那我污染了，修这个污染的心，那什么叫污染？所以这个三宝心法告诉我们这个答案。三宝心法彻底的了解，让我们一切问题的源头在哪里，让我们所以打破砂锅问到底，我们可以追根究底，最后所以摸着根成佛祖嘛，摸不着根瞎修行。所以见性，各位，见性不是讲出来的，见性是做出来的。性相一如嘛，知行合一的。我们见性了以后，不是我见性见到什么看到什么，我看到什么光不重要，不是，而是做出来的合乎见性，做出来的言行举止，做出来的风范德性，做出来的一切流露来的是来智慧，合乎这个体，所以叫体用合一嘛，虚灵不昧嘛，所以我们道理讲给别人听，一定要留给自己做。道理讲给别人听，这个道理又就是借这个道理来改变自己。或许改变自己以后，我们给人家做个风范嘛。要不我们好，你修到10年20年了，改了什么？脾气还那么大，毛病还那么多，还那么多计较分别，还那么多不开心不高兴，还那么多的心中还那么多的结。那我们做后学的人，你要跟他学什么？所以做道是行出来的，不是讲出来的。那老师曾讲过，将来成道的条件不是只是道心多寡呀，不是佛堂多少啊，庙宇大小，而是真修实练，固守厌戒。真修实练固守厌戒，不增不变，心性圆融的功夫，不增不变了所以也就是佛后够了，具足了，那么就是心性圆融，圆融就是无碍了嘛，没有障碍了得心应手，左右逢源，就是空老子所讲的叫随心所欲。但是随心所欲怎么做都可以，但是不逾矩了。随顺因缘但是心那个真心不变，常住真心常住不退，就是住，那就是佛后了。
那是功夫，那是一点一滴的累积，那是一步一步的而成就的了，一点一滴的所以老师的心愿就是要实现人间的净土，让人间处处都是天堂，人间处处都是佛国。这个就是我们大家要共同来帮助老师来实现的这个人间净土、弥勒的家园，就是我们大家的工作。那或许呢，这个三宝心法呢，就是要给大家了解我们在这三宝心法能够了解用简单的符号，用简单的数字，用简单的文字，让帮助我们大家了解。右边的都是各教经典的右边的各教经典。那上面的0123呢，这是0最上面的4个圈圈是用简单的符号帮助大家了解而已啦容易了解那个一切的这种我们这个三宝心法这些所代表的含义让大家容易了解。那我们在底下呢，这各教经典讲那么多的文字，它到底要我们引导我们，所以戒法悟性，那么多的文字到底它要告诉我们什么，要让我们悟到什么？好，所以我们前后来互相的呼应，来互相的印证。那么最开始这个0这上面的0就是代表我们的本性啦。所以我们本性呢，其实圈圈也没有个圈圈啦，所以你看《心经》叫做摩诃，就是太大了，没有边，大无外小无内嘛但是就一个0来代表了，就是我们本性。每个人都有一个本性，每个人都有一个佛性，这个本性和理天相通，这个本性和佛的本性没有两样那么这个房地呢，到最后的太意。那太初呢？太初就是初发心，刚刚发出来的就是一心那个就是一心不二的一心那个但用此心的心，直心的心就是一心那二呢？因为一不做呢，就二不休嘛落入二呢，就是开始起心起心就落入时间所以太始就是开始计时，开始计时了就落入时间，那时间就有过去、现在、未来，对不对？有过去心，有现在心，未来心，所以一起心一开始了就开始烦恼了，开始烦恼，时间长短就开始烦恼嘛，是不是？烦恼就烦恼过去，就烦恼未来，还有烦恼现在，所以这一切的烦恼，也就是因为我们所以一不做二不休一心已经落入二用，二就是轮回，二就是就是轮回啦。你看那个阴阳有没有？阴阳轮回有没有？有阴有阳嘛，开始，这个二就开始产生不平了，对不对？所以心不平了，气不顺嘛，心不平，气不和嘛，对不对？然后开始很多的情绪喜怒哀乐、爱恶欲的那个情绪就开始产生了。好，那么二以后呢，那个就开始有三，数就是三就是空间的。二就是事，三就是界，就世界嘛。二就是仪三就是宙，就是宇宙嘛。仪就是时间宙就是空间那事就是时间，界就是空间。那么这个数呢，就是我们身体来讲，我们因为情绪一动以后，我们六根开始和接触外面的6层，就很多的就是叫做四相六欲六欲，所以。或许上在三宝叫玄关口诀合同，那1、2、3就是用3种不同的方法来让我们怎么回归到那个0，回归到0以后呢，再出发，还至本处以后再出发，就是先找到我们的本来面目以后，找到自己的佛性以后，就是佛法无边妙用无穷不拘不束应用无碍就是这样子。好，所以这3种方法叫做三宝心法，3种不同的方法，让我们找到原来那个本来面目。所以修道的目的就是找到本来的面目嘛。那道家所讲的叫做精气神，精气神也叫做身心灵。那么各位想想，我们这个神神就是我们眼神，所以一指点，对不对？那个眼神那个神不守舍，是不是常常神不守舍？
我们常常神不在家嘛，没有看家嘛，那变成六神怎么样？无主了，变成六神六根当家了，六根当家，六根就要追求六尘啦，六尘就产生六世啦，所以才要流浪生死长城苦海。所以今天老师这一支点，就是让你从这个地方点了以后啊，请老师多多指点，点醒那一颗元神，好不好？元神点醒点亮心灯，心灯点亮了以后，所以我们就到庙里面去点灯，有没有？老师给我们点灯了，我们不知道，这个才是真正心灯啊，是不是？点亮旷世长明灯，照亮无限之前程啊！点亮了以后，可是点亮了以后，这个神啊，我慢慢要怎么样？慢慢要养神，要存心养性，要养这个神元神嘛，要养它，它才会大的。要慢慢养，慢慢养，什么养啊？发心度化众生，清净喜悦，一切的那个用德性来养这个道。所以一支点就是道嘛，老先生不是常讲吗？这名师一支点就是道。这一支点啊，点了以后，我们是不是要很多的德性来养它，它才会大啊？现在后学像不像一个灯塔？那个灯塔是不是亮了？但是后学的灯塔，如果说只有5烛的光，我自己照就自己都照不过了，我还能够照谁啊？但是后学一直不断的涵养它，把这个灯从5烛变成50烛，不是自己后学，旁边呢也可以沾光了，对不对？那50烛可以变成500烛的时候呢，那更亮啦。那如果5000烛呢？你像我们领导点燃是他们到了世界各国，我们点燃是到世界各国，那个烛光就大了。那老先生更不用讲啦，全世界啊，是不是？到最后这能够亮，哇，点亮。所以后续你说这个灯塔重要不重要啊？这个灯太重要了。但是问题是我们有时候点了以后啊，没有加油过，所以灯一直不明啊。这个元神不明，所以神明有没有？敬天地，理神明。我们这个神没有礼敬他，所以这个神不明啊，神不通啊，神通有没有？神光，神不光了，不亮了，点了才会亮啊，不点不亮，所以不求道就不行了，不求道不行。那点了以后，你看，慢慢的啊，各位现在或者后面我提到孟老师讲浩然正气啊，这个浩然正气啊，就是一直养浩然正气。所以各位现在有没有感觉，你很真心办道，很高兴，很欢喜，在度人的过程当中，哇，真的是神很具足的时候，叫精气神具足，对不对？然后你能量越来越强，能量越来越强，那叫浩然正气一直在充沛啊，一直在叫直意，集意所生者，集就是集中那个意啊，让你意气嘛，正气、正心、诚意，一直养到最后哦，你也不会生气，对不对？什么事情没关系，对不对？很欢喜，对不对？很有智慧，对不对？能量用不完，有没有那种感觉？因为这个时候，你这个神和上天的神天人合一，源源不断。但是一直办，最怕。我比一个例子啊，那个气球一直吹，最怕什么？最怕那个火，有没有？那个火啊，火一接触以后，啪破功。我们一直养啊，老天会试我们的，看你有多大的能耐，用那个火给你触控嘛样，知道是吗？那叫一把什么？一把无名火，能烧什么？各位有没有办到过程当中生气过的？有。你有没有发现，当你一生气过以后，一暴跳如雷过以后，好累哦，全身的能量通通破功，懂意思吗？哎呦，我为什么生气？哎呀，真是，哎呀，怎么会这样子生气？好，感觉又打掉了，又没有风度，你看到哈，又没有看着又没有那么没有火候，对不对？哎呦，讲了半天，原来就气的那个丑态毕露，有没有？哎呦，这个
这个点燃师发那么大的脾气，我现在才知道脾气那么大，有吓死人了。破功，所以那时候要带着惭愧的心，怎么这样？在火险又扣头了啊，又开始要充电了，归零了嘛？归零又从头开始来了，有没有这种经验啊？啊，忏悔啊，老师慈悲啊，我一时无名啊，一把无名火能烧万里功德林，功德林万里的功德林，一把火就通通烧掉。你说这个，所以培养浩然正气难啊。无事则难矣。如果不是极易所生者的话，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不这样的话，马上就泄气了，因为它没有营养嘛，它没有能量，没有火。所以各位先生，我们现在培养能量，培养你身上的磁场。当你身上磁场具足的时候，你时时刻刻，哇，当然主境存成，成访成功，感恩啊，感恩啊！我们那个当下的生命时时都在感动，因为你时时刻刻这个心都很表现出来，是很柔软的，很柔软，而且这个频率磁场和诸佛菩萨频率是磁场是相通的，时时都在感应。我们都是仙佛的一部分。我们是老师的分身，我们是弥勒的分身千百亿其中的一个分身，因为我们的频率和老祖的频率是相通的嘛。这个频率和那个频率啊，和那个频率相通啦，这个频率相通的，时时都在，哇，那个力道啊，那个我想大家都有这个经验。所以精气神啊，三花聚顶，五气曹岩，五气曹岩，五气啊，五脏元气都凝聚。凝神息念啊，凝聚这个元神的时候，那个妄念它就休息了。妄念它没有作用了，都元神当家嘛。所以你叫神采飞扬，神采奕奕，有没有这种哇？那种你看每个，但是有时候呢会泄气了。你看他脸上都显出来了，有没有感觉？当你高兴的时候，哇，那种你好像佛的化身了，好像菩萨的化身了。但那牛脾气来的时候啊，那气消下去的时候啊，脸上没有点光彩。各位回去照照镜子，我们就可以看见今天的是什么样子，有没有光彩，是不是？其实外面的一切形象，外面做出的一切事情，都是心呈现的外表。那各位玄关窍刚好积在中间，所以从一回到零，一落入二和三，一是枢纽很重要哈。那我们所以身心灵嘛，身心要安顿，二和三要安顿好啊，那个灵就很有灵气了，啊，灵啊，神灵，我们这个神很灵了，很灵啊，很有灵感，很有灵验，啊，很有灵气，是不是？各位，你身上你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你看从西明班、自然班这过程，你看这时间不一样啊。你身上展现出来的道气就不一样，道气呀就不一样，风范就不一样，格局不一样，讲话也不一样，是不是？讲出来的道理呢，都能够扣人心弦，引人入胜。你看有些我们讲老前人，你看到他，你不必听到老人家讲，你一看你就心服了，你就百片五体投地了，是不是？给他骂几句话也骂得很痛快，一生都是德，一生都是能量。那我们今天就是在储存身上的能量。储存身上的道气，储存身上的火候，储存身上的智慧，储存身上一切，这是一点一滴的啊。透过什么？透过办道过程，渡人的过程。你说好，你没有渡人，没有去应哪怎么知道这个静的功夫呢？没有去渡人哪知道是渡己呢？没有去渡人哪知道自己有几两重呢？是不是？没有去试试看哪知道有多大的本事呢？所以动和静、应和体和用，它是一体的两面的。所以不断的，所以要起时嘛，向众生，我们去度人就像众生起时啊，借他来造就我们自己啊。所以今天也是后学啊，借各位前来造就后学嘛。感谢大家啊，也或许有机会来这边学习啊，经济不好啊，所以各处啊。看能不能一些工作可以做呀？多亏我们点了师啊，给后续机会啊。那借这个当中，你2个小时就是近2个小时啊，无私无忘啊，那一念清净，浑然忘我。你看那个当下，天人合一啊，是不是这样子？
你看上了台讲了课，那个下来的时候，哇，要上台以前啊，不要了，不要了，哎呦，不要了，哎呦，对，因为呢好像没有戒窍，以前都没有灵感，你知道？一上台以后叫他下台，他下不下台了，因为那个灵气来了嘛，找到能源了啦，哇，原来活出那种活龙活现了嘛，你看，所以我们要多去启示，向众生启示，多跑多办多讲多说，在这个当中啊，这一步要走出去很难的。可是当你跨过去以后，哪知道是海阔天空？有没有？要回来国内很难，对不对？可是买了票上了飞机就没有回头了嘛，对不对？哇，原来是那么喜悦的，原来是在这个当中，因为周遭的生活当中，多少的业力把你事业、家业、产业都把你业就是磁铁嘛，业就是吸引力嘛，业就是力量，把你拉住了嘛。当你摆脱的时候，原来无业一身轻啊，多么自在呀！所以来到这边又能够来3天5天的那个法语之论，很多仙佛慈悲，我们老师慈悲，那么多的好的道理来这边充电，那准备就是回我们的国家侨居地再发挥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今天用这个题目跟大家分享，《道德经》讲了道生一嘛，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有没有？那物极呢，必反，物极一定回头的，回到源头又再出发，出发以后，完了以后又要回头，所以从0、1、2、3，一本三万书，一定要万书归一本啊。我们就是一本三万书以后回不了家啦，不知道从哪里回家啦，所以叫流浪生死，长沉苦海，永失真道啊。那大学所讲的知守先后，物有本末，讲的一切的相，有本有末嘛，木有本，水有源嘛。事有终始，讲的事情是有终始的。你看为什么不叫始终？阴极阴消阳长嘛，好像是山穷水尽疑无路啦，哪知道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所以好像是结束了，但是结束才准备开始嘞，对不对？所以老天常常会把你送到死角啊，让你叫我们绝处什么逢生啊，是不是？常常让我们好像走投无路啦。就看你当下你的念力，你的念力，你的念头，就是笔呀，就是写看你这个题目怎么写啊。老天啊，你看3天主考院长、老师啊、诸佛菩萨都是用千方百计，用很多的造化，让造就我们再提升、再突破、再发挥再冲刺啊。所以事有终始，它有这个道理的，转个念就回来嘛，是不是？那知守先后，什么叫先？什么叫后？一还没有动以前，那个0叫做先天；一动了以后，落入2、落入3，叫做后天，懂吗？那个1就是枢纽，所以叫知守先后，才能够什么？进就是接近道。你要知道什么叫先，什么叫后。那我们现在落入后了，后天了，那后退原来是向前吗？低头空见水中天吗？你看运动场的终点是不是就是运动场的起点啊？是不是？所以你看到了终点了，你不要，你觉得没有路可以走了，哪知道才开始嘞？所以知守先后，才能够进道。那中庸所讲的至中和，天地未焉，万物焉。万物就是那个相啊，3嘛，天地未焉就是那个2嘛，天地嘛上为天，下为地嘛。至中和就是至中喜怒哀乐之谓花叫做中，华尔街终结叫做和。所以能够这样至中和，就天地万物焉。这个至中和就是立胜了。中喜怒哀乐的心还没有动以前，叫做中。所以叫乐在什么？一切尽在什么？不言中。当你心还没有动，落入2、落入3以前，那个当下就在天堂啦。我们那个心，我们在还没有动以前，那个心，那个自信和理天相通，是叫性理真传，知道吗？但是我们怎么回来呢？所以老师告诉我们那个下手处，那个下手处很重要。有一个小姐去考驾照，主考官问她说：“当你碰到一条狗、一个人的时候，你要先压谁啊？”
我当然先压狗啊。主管说你回去，下次再来。那个小姐说很气啊，不是压狗，要压那不是压人吗？主管说不是，你要先刹车，你要先刹车，就是你要先找到那个一，叫了指在哪里？直到动与不动的那个中心点下手处，那叫枢纽啊。指了以后，你看五教圣人、诸佛菩萨讲那么多，佛法讲那么多，止观，停止那个妄心，因为一不做二不休嘛，对不对？是不是一不做就二不休？你心不停止那个妄心，是不是妄念就一直想，越想怎么样？越气，越想越烦恼。那个恶啊，越想越烦恼啊。所以那个恶啊，有多少？84000种的恶心呐、啊，那个恶就不平啦，就不安了嘛。所以我们常讲平了就安了嘛。在善啊、恶啊、对啊、错啊、好啊、坏啊、有啊、高啊、低啊，平了都一样了。跳出这个两端，平了就安啊，平了就顺了，平了就稳了，心术就很稳了，很平稳。平了就有定力了，有定就有智慧了。平了，心很平。是不是很和谐？这也修道啊，善恶好坏对错是非，他不再那么执着啦。啊，吃什么他都不那么执着，心他常常表现出来很平静、很平稳啦，很沉稳啦，很内敛啦，啊，家和万事兴嘛，是不是和谐吗？那平了以后，那个一心就出来了。当然，我们现在直接从一心，直接从这个所以我们就求到得三宝。我们有没有用过三宝啊？什么时候用？有灾难的时候才用，对不对？啊，有灾难才用。平常是260中念念不离的。有些时候三宝不能随便乱用哦，因为仙佛很忙啊。你常常用它，一直麻烦仙佛，仙佛不高兴啊，不可以啊。不是这样，仙佛没有来去的。这个仙佛的频率就像虚空当中的这个电台的频率一样。它无所不在的，你开了它就有，你不开它就没有，对不对？电视台啊，你不开它就没有，你不开它有没有？它本来还是存在的嘛。你开了是把它接通而已嘛。那我们这个开关呢，常常要和诸佛菩萨接通。我们的和诸佛菩萨的频道就是这个地方，这个一心这个地方和诸佛菩萨才能接通，知道吗？然后以后但用此心，所以心想事成嘛。你有心要住的时候，那仙佛助力就特别大，因为你就仙佛的化身嘛。啊，你要做什么啊？仙佛就给你一臂的力。可是你的心如果是在恶心呢？啊，高啊低啊，嗔恨嫉妒怨恨恼怒，或许我是这个心呢。然后你贪的时候特别贪哦，气的时候特别气哦，因为那是很魔道相通，知道吗？和魔道相通，所以你看很多杀人犯到监狱里面被关的时候。他才后悔啊！我知道，哪知道可能揍他，要教训他一下而已啊！哪知道打他，哪知道最后既然我用刀子杀他，怎么杀我都不知道，因为他那个心和魔道相通，所以魔的力量就接他的身子就用下去了，你知道吗？我们可以天人合一，也可以魔和人可以合一啊！所以我们的念很重要。所以人心为什么叫做危险？就是恶心危险，道心一心太微弱了，要为精为一。恶心一心要很精很清楚，而且最好要允直觉中，还是回到零吧。很多过不了的，你就归零就好了。归零，冷静下来再出发，是不是？回到零很静，静观皆自得嘛。回到了零，就像一面镜子，在看什么东西的时候才知道，哦呦，了了分明，叫做一目了然呐、啊。为什么不叫两目了然？为什么那一目了然？对不对？因为我们自像一面镜子，镜子照东西啊，照完以后很清楚的，照完以后那东西不会粘滞在镜子上面，对不对？是不是很轻松？这叫常应常静，才能够常清净啊。天命诸位性，就是我们的本性，就是那个灵。所以我们那个自性来自上天，所以率性之谓道，是但用此心的意思。直心就是道场啊。那如果不是率性呢？智慧道呢？所以要修道智慧教。所以五教圣人讲那么多的方法，就是要告诉我们怎么把恶摆平了，
因为恶就是过嘛。佛法是不恶啊，对不对？众生都在恶，所以是恶啊，就是业力。住在恶，就是业，业就是力量嘛。常常患得患失，常常七统八下，常常忐忑不安，是不是业力深重？业力久了以后就变成劫难了。所以我们要躲劫避难，转念了，改变自己的心。是，我们不能够转动地球，但是可以转动我们的什么？我们的心嘛，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0123底下叫出离、细理、微理、玄理、妙理啊。法华经上叫做羊车、鹿车、牛车、白牛车。粗就是很粗浅的啦，粗浅的事物的理啊，物理啊，就是很粗浅，所以那么细理要详细分析。所以五教圣人讲那么多的方法，经典啊，仙佛是我们要那个细理，要详细分析这个理的当中，借这个理呢，让摆平我们的心，是不是啊？平了就好了吗？平了就好了，平了就哪里不平，哪有我嘛？不平就生病了，身体也是因为不平才生病。山啊，那个身体呀，相生相克不平了，所以有时候太寒，有时候太热，生病了，知道吗？我们吃素的人吃太多寒的东西，所以寒太多不行啊，身体就会生病了，不平衡了嘛。那心里也不平衡呢，就是我们常常起起落落，你的、我的、是啊、非啊、高啊、低啊、贵啊、贱啊，不平了，所以就是生病了。所以五教圣人讲那么多的方法，所以针对众生那么多的不平的心，是叫心生法生，就是要摆平大家嘛。平了就好了吗？平了就安了吗？心安就理得嘛，有理就走遍天下。大家心都平了，那一心就出来，大家人同此心了，心同处理。那羊车、鹿车、牛车、白牛车，羊鸡、鹿鸡了哈。那羊就是那个肾就是羊啊，羊载东西就有限嘛，对不对？鹿呢，就再多一点了。牛车就拖得更重了嘛。那白牛车就是我们的本性，每个人都有本性，就像白牛车这样的，很好用的。你看，从国外就把你带回来，那3、5天、10天、8天完了以后，要把你带回去，一辈子跟着我们在一起。我们从来不认识他是谁啊，你知道吗？好不好用啊？你说那白牛车啊，就是我们的佛性啊，所以天天背着他，天天和我们在一起，但我们不知道他是谁，所以我们很无情啊，很不孝，你知道吗？那是我们的老母娘呢，肚子饿了就带你去吃饭，累了就带你睡觉，我们从来不认识他是谁啊，是不是很不孝啊？所以入则孝，出则悌嘛，就是要让我们顺着他那个不恶的心啊，顺着他那个自成不恶的那个自性的妙用啊，是不是？那我们看第6个见闻转诵，因为这个出离呢，就是见闻转诵，就看到、听到的，再讲给人家听。我们常常是不是这样子？我看到什么，我听到什么，我就讲给他听，但是我不知不觉，我什么都不懂啊。这个叫下乘法啊。我们常常是看到什么讲什么，当然也不能说它不对啊，因为我现在程度就是这样子嘛。那进一步呢，就是悟法解义，悟就是悟到那个道理，解是那个义理，那个就是12因缘法，12因缘法。那么叫做中圣法，成就了圆觉。再过来就是依法修行，依法呢，那个法就是那个法就是要让你皈依的法。你看那精进就是一心精进呐，那个忍辱就是忍住啊，忍到不起心就不用忍住了嘛，不起心了嘛，是。法不归不是正法，教不归不正教。所以菩萨他这个成菩萨成这个上圣，他是一不心不二了。就像我们各位浅浅，我们当从求道法会心明至善，一直上，就一心不二，一直往前走，就是我们都行的都是菩萨道，6度普罗蜜同时在完成的，同时在做的，只不过我们都不了解。所以后几堂给那个追世主讲，我说在追世主啊，你里面都是行6度普罗蜜呢，对不对？布施，第一个布施你的时间，布施你呢还带很多菜带什么的，这布施。第二个持戒，不能起心呐，是不是？不能起太多的怎么都叫我不叫他啊？捣碎心，
啊，持戒不能可以啊，忍辱啊，讲师只有20个人来了200人，这叫我怎么煮啊？哈哈，也不能忍，也不能生气呀、当然太夸张了，20个人来了20-30，说20个人来了30-40个人，所以他忽然间没有那么东西啊，巧妇难为无米炊，所以他要想办法来解决嘛，对不对？所以不能生气啊，对不对？禅定，他还是当下，你看一心不二，专注就是禅定嘛。对，他不能把盐巴放在那个当糖放啊，是不是这样放？所以禅定，心很清净啊，智慧。你看别人煮的，你看他就是煮不好，他就是煮那么好吃，他有智慧，妙用无穷。6度的佛密，你看成就大菩萨的都在崔施主里面。所以大家哈、我们那边一讲啊，到崔施主人就一增加，越来越多了。道士啊，你看他讲台上啊，哦，你讲太好了，太好，一鼓掌啊，他一傲慢刚高，功德不见了，你知道吗？反正那个在崔施主人，你看做了半天，煮了半天，不知道谁煮的，都是感恩啊，感恩啊，这叫无名氏，功德无量。为善不欲人知啊，所以老前人常常到佛堂，都第一个到崔施主去看看他们，哇，肯定他们。所以崔施主那个就是6度普罗蜜，所以这个菩萨道啊，6度普罗蜜啊，这依法修行上圣啊。那最后呢，觉醒菩萨，觉了悟以后，觉到一心不二的那个心，然后呢，不断的去行，不断的去做，不断的度人，不断地开荒，不断地办道，最后成就无上的佛道。所以叫万法尽通，万法具备嘛啊。那我们经典一切的形象啊，戒相明理，戒法悟性啊，那最后就是简单的说，就要帮助我们关照。关照不是关照别人的长短思维，是关照我们自己的心的起心动念。我们心是动什么心啊？我怎么会那么龌龊？怎么会动这个念头？哎呀，我怎么那么杂乱呢？那我还修什么呀？这时候会生一个反省的心，关照忏悔的心。那第10个，佛法上讲的那个5事、6事、7事、8事啊，5事、6事、7事、8事，在经典上大家读过的就知道，5、8、6、7果因转，6和7呀，6第6事、第7意识，6第6事就是分别心呐，妄想分别。第7意识呢，就是我执法执，修道就修这2种，我执法执就是第7意识，第6意识就是分别心。我们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嘛，对不对？所以摆平自己才能够感动别人啊。我们一般都摆平别人，但是自己没事，所以成英雄多，摆平自己是圣人，这叫克己复礼为仁嘛。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或许今天身段一放下，哎，我家里都受影响了。哎呦，这爸爸怎么改变那么多啊？讲话那么样柔啊，那么样的轻声细语啊，以前不是这样子的。或许一放下，哎，旁边的人更感动了，孩子也感觉到，那父母也感觉到，哎，这孩子有什么改变那么多，对不对？那这个道场呢，我们当讲师的、当点燃师的，身段一放下的时候，当然你的名相是你的责任，可是那是典范啊。但是对待我们同修也是这样啊，循循善诱，是不是让他感觉到，哎呀，跟你在如沐春风啊，跟你在一起这很温馨啊，跟你在一起这收获很多，又看到你的讲的道理那么有道理，又看到你做出来的，哇，让我们心悦诚服啊。所以第7意识的我执，还有个法执，法就是一定要这样，不能不这样，要这样，那就是法执了，对不对？对不对？一定要吃西药，不能吃中药啊！一定要吃中药，不能吃西药。西药、中药就治病，能治病就好了吗？吃饱就好了吗？就不必说一定那个法一定要这样。所以有时候要随顺啊，随顺因缘，因为我后学身段放下了嘛，所以就随顺大家啊，没关系，大家讨论，大家认同这样，好，我们就做看。那做看到最后，我们再来看怎么样。是这个中道难行，但是我们可以慢慢找到那个中，大家都能够认同的。因为道是本诸身，正诸庶民嘛，放诸四合皆准的嘛。你讲的有合理，让人家不是折服口服，让人家心悦诚服的话，大家认同啊。这个法所以不要先入为主，一定要这样子。当然，老前人，我们点燃师带的这个经验几十年的，那这是当然是这是也是人家累积的经验嘛。我们时间短，当然要接受这样的领导。
但是我们做浅显的人，每个不能慢慢随顺因缘，但是心越来越简单，越来越法喜，那个越不动越不变啊。那第二个呢，分别心分别有时有一个道先到后学的那个佛堂，你家袂歹，你家有够大，你家有够大，听了好痛苦哦。我说不能讲你家，咱家袂歹。咱家袂歹，就纳入了嘛，对不对？我说你们来的都是主人呐，后学之间做那个新楼啊，奴仆啊，在给你们照顾，你们主人1个月不能回来一次，1年半年也要回来一次，看看你这个家怎么样，好不好？对哦，我又多一个别墅那么大，当你有你我的时候，就好陌生哦，很隔阂啊，你知道，听了都好痛苦。但是如果说一道同，我们都一家人啊，所以后学重温也是后学的，重温也是后学的，后学回来1年看一次哦。你各位前贤也是后学的前贤呐，看看大家进步那么多，国外回来那么多，我觉得很感动，很感同身受。我们重温怎么那么好？重温人才怎么那么多？重温的道路怎么那么宏展？重温的前贤怎么修的那么每个人都那么欢喜充满？好高兴，这样不是很好吗？对，你们重温好多人哦，我们那边人很少，就分裂了。人相、我相、众人相、寿罗相，就不是菩萨嘛，是不是啊？人有这个四相还是菩萨？《金刚经》不是这样讲的吗？你的、我的，这个话要拿掉。不是讲咱从恩，咱我们的，这个咱新加坡、咱西班牙拢袂歹同意啊，咱泰国袂歹咱全世界都中包，因为我们本来都是一家人嘛。是不是这样子？因为这个就是大弥勒的家园呐，人间的净土所以第6世、第7意识都这个因5和8是果，6和7这因，我执也放下，分别心也放下，法执放下的时候，这个因一直放下的时候，那个5和8就跟着转了，也就是后学不断的是我不再造我执、法执，还有分别心，同时这个时候会执嘛，会停止了以后，这些妄心以后，还会关照内在里面那个灯，慢慢就会流露出来了。我怎么起这个心啊？我怎么有这个念头啊？我怎么心这样子？我还修什么呀？这个时候呢，它会清仓，你知道吗？慢慢就搬出来，搬出来。第8意识的含藏式仓库里面的都清仓了，都慢清仓以后，就变成空性了，变成大圆镜智。像一个大镜子一样，这个大镜子照什么的时候就是什么，照完以后那个东西不会留在镜子里面，就很舒服了，知道吗？所以叫常应常净嘛。好，所以第8意识就变成大圆镜智了嘛，第7意识就变成平等性质啊。我们都是老母的儿女，都是老师的弟子，我们都是一家人，是不是？有这条歌我们都是一家人，对不对？所以平等的心，那个智慧慢慢会流露出来。第6意识。本来强烈的分别的，现在变成妙观察智，妙观察会很厉害的，看很多什么事情你会观察入微啊，观察到每个人呢，你看他的眼神就知道他今天，对，那就神通哦。你看到他的表情，看他的动作，妙观察智就知道你该怎么样去，怎么样帮助他，是应对他，是。那第5是眼耳鼻舌身，本来都被这几个拖着走的。里面的主人神不守舍啊，都被他拖着走的。现在呢，自信当家做主以后，眼耳鼻舌身变作自信的工具了。嘴巴不是讲智慧去度人呐，脚去度人呐，不是串门子了，是不是？眼睛、耳朵都是变成自信的工具了，是叫成所作之。借5根眼耳鼻舌身来成就自信的圆满，这叫5、8、6、7果因转。5和8、6和7一转，5和8跟着转，叫做5、8、6、7果因转。一转了以后，叫做转世成智。转世成智以后呢，你可以3身4智，应用无碍，应物任随行啊，应事接物的时候，你都能够法身、报身、化身也好啦，4种智慧可以复用了。那个就不是用讲的了。然后
各位，这个时候我们的心时时刻刻和老祖师心相通的，和老师的心相通的，和诸佛菩萨心相通的，知道吗？那这样的话，我们是老师的分身了吗？佛法上有一段说，将来老祖师要来，要经过56亿1800万年，有没有？啊，我们一贯道的弟子一听了以后就很泄气了，要等那么久，其实老祖师从来没有离开我们的，就那频率从来都在的，只是你没有转到他的频道。如果说我有5世、6世、7世、8世的这些有分别心、有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和老祖师的频率你接不上嘛？那如果5世、6世、7世都化掉的时候，没有障碍的时候，是不是就经过了56亿7800万年？那懂的意思吗？所以不是时间呐，这一贯道，这个道叫做当下，当下啊，当下的当一切这个都放下的时候，其实就晴空万里了，啊，那个说通即心通，如日处虚空嘛。你说的时候通，你心里跟着通了，就是晴空万里呀，万里无云，万里晴嘛。所以这个对自己要有信心啊。那在心经上，是不是心经啊？心经是不是观自在？一回到0，一观照啊，就自在了。一观，观不是往外观了，回光返照，那个观是往内回光嘛，光不是照外面的光，光把它回来，观照自己，到最后五蕴皆空，观照的一直照到最后啊，就像我们的烦恼，你没有去悟，你就烦恼就很多。可是你再想想看，这个需要你烦恼，哦，这个也不需要我烦恼了，那这个呢也不需要我烦恼了，这个呢也不需要我烦恼了，到最后什么都没有烦恼嘛，对不对？烦恼是自己想来的。其实，所以五蕴本来五蕴皆空嘛，度一切苦厄嘛。当你回观就自在，你悟到这个自在，讲这个自在，将这个自在跟人家分享，就是菩萨。可是这个观啊，要常观啊，要26时中啊，要念念不离啊，是不是？要行这个观的这个功夫，行的要深啊，要有功夫，一直累积啊，行深啊。那有一句话叫做“般若波罗蜜”，有没有？般若就是妙智慧，妙智慧从哪里来？好，我先看三世诸佛心经，各位去再看看三世诸佛过去、现在、未来的佛，普利沙多菩萨，都是依这个般若波罗蜜而成无上正等正觉。那各位现在什么叫般若波罗蜜？般若就是妙智慧，对不对？妙智慧从哪里来？改过才生智慧。六祖有没有讲这句话？改过，那过从哪里来？常自见己过就是道。所以你知道还是不知道？知不知道？你有恶，就是没有道了。常常分彼论此，比高论低，那就没有道。你常常有嗔恨嫉妒怨恨恼怒，就没有道。所以改过，常自见己过，常常回光返照。找到自己的心的起心动念，啊，那就是道了。那因为原来我这样那么多烦恼，原来我想的太多了啊，原来我是世间本无事，我自己庸人自扰之啦。好，那我这个恶心，我改过了，改过就生智慧了。你看，过去、现在、未来的佛都是因为这个般若而成就的。波罗蜜的是什么？一还没有动以前。还没有动落入恶以前，那个就是要彼岸；落入恶以后，就是此岸呐、这样懂的意思吗？落入恶一分别，开始烦恼了吗？开始轮回了吗？叫做此岸。那我一还没有动以前，还不生恶心以前，那叫做彼岸呐、知道大家意思吗？好。所以过去、现在、未来的佛，三世诸佛还有菩萨，都是因为这个而成无上正等正觉，都是依这个般若波罗蜜而成无上正等正觉。那所以这个灵啊，那当然这个舍利子就是本性啊，产生一些妙法，但是本性是空性的，所以它是不动，它是本无动摇的，本质清净的，本来无一物的。
它有能生万法的，但是它体是不动的哦。所以它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有没有啊？那所以它究竟涅槃嘛？一念不生，一念不生叫做无生嘛，啊，一还没有动以前叫做无生嘛。无生什么？不要生恶，有生了才有那么多烦恼嘛。那我不生呢？不生就没有死嘛。那不生不死叫做超生了死，懂的意思吗？明师给我们一指点，就是这一指点引子见月嘛。明师这一指点就是让我们找到这个道，借这个道来借这个法来修行嘛，让我们常常在不生不死当中，常常在找到这个自性以后，有自性而用，有体而用嘛。所以不生就不用灭，不生不灭叫做涅槃嘛，所以叫涅槃的妙心，有没有？实相无相啊，微妙的法门，明师一指点呢，就是微妙的法门啊。不立文字，教外别传，所以叫都弦外之音嘛，教外别传的。你悟到这个啊，我也悟到这个，啊，你畅通了。所以一贯法门是顿教法门啊。那你看那个。因为佛陀他悟到这个，那个佛陀在讲这个灵的时候，没有人听得懂啊，所以后来才讲，讲苦集灭道，讲十二因缘法，讲六度波罗蜜，阶梯，让我们达到彼岸嘛。所以《心经》所讲的舍利只是产生诸法的空相，没有那个三哦，没有六根六尘六识哦，没有眼耳鼻舌身意哦，没有色声香味触法，没有这些哦。没有无明亦无明，就是没有十二因缘法哦。它能够有这些东西，但是自性没有这些东西了。无明也没有无明尽，无明就是什么时候开始不知道。既然没有那个开始，当然就没有那个结束嘛。没有那个生，这就没有那个死嘛，也没有老死尽嘛，有没有？他也否定了这些啊。五智一无得，连六度波罗蜜都是法，所以那就是。借这个阶梯引导众生，因为众生的并不一样，众生之走不一样，所以各位先生，我们这一贯法门是非常殊。但是呢，很多的法门你不能否定他们啊，你不能否定。当他还没有这个因缘得到了这个顿教法门以前，他也是在修行啊，他也在修行啊，他也在借这个法门来接引很多需要这些法门的众生啊。所以求道要3世，开法会要修5世。千口吃素要修7世，住在佛堂修到半道要10世以上，所以六祖才讲，都是过去生中同种善根供养诸佛，今生才能够得到这个顿教法门的这个因缘啊。所以我们真的对我们自己，为什么叫口口声声我们都是哎呀感谢天人师德，就是这样子啊。那么，这样大家听懂这意思吗？不懂没有关系，以后你再慢慢回味哈。这是后学的心得，给大家报告。但是你慢慢把它消化。原来一贯法门包含所有的经典，一贯法门包含各教经典，儒家、道家、佛家、圣经，通通都是百千法门都没有离开我们的三宝啊，都没有离开三宝哈。最后心经叫做集收作业，金刚经是诸经之王，心经是诸经之胆。最后心经后面有一个胆汁，集收作业啊，胆汁叫做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揭谛那个音叫做 get， 就是门，就师父领进门，有没有？门做什么？门要入门呐，接这个这个门，找到这个门要不要入啊？我们今天很多找到这个门，又还在门外嘛，要入门嘛。所以老师有一次开法会讲，徒儿进来吧，老师在里面等你呢，有没有？我在里面呢，在哪里？在天堂等你，在你的心中的净土在等你。所以你只要回头是岸嘛，你只要退一步，海阔天空嘛。你登堂要入室嘛，所以揭谛。明师一指点以后要揭谛，揭这个一，戒
借一呀，是为了找到那个零。连这个一，最后因为一是因为我们常在2和3，所以借这个一呢来代替2和3。借这个一呢是不要让我们落入2和3。那找到一以后，又能够找到零，从零再出发出去就不一样了。所以接地接地，接地接地，是不是？我们三宝里面是不是有啦？是不是第一宝？第一宝你点了还是点了3次也还在点啊，5次也还在点啊，给点没白害了，给丢鬼白啊哈。可是你有一天你会走错啊，入了人家的别盘啊，你说不定就前功尽弃了。第一宝点了还不开，所以就第二宝啊，波罗揭谛。波罗就是很多方法，用很多方法，很多仙佛的教化，很多仙佛的慈悲，很多讲师讲解，点的是讲很多方法让你达到彼岸，很多方法让你放下那个波罗揭谛，就很多方法让你达到彼岸呐。这第一宝不能回到零，就第二宝回到零，因为第二宝本身就是零的地方嘛，是吧？第二宝那个地方是不是也是零的地方？你一放下就是零了嘛，一放下就是本处了嘛，对不对？2一放下是不是就本处？波罗又没有办法接地，所以叫波罗僧接地，就是我6根染太多的6尘啊，所以波罗僧接地就是叫6根清净。我们把身段摆平了，把6根摆平了，所以叫低头方见水中天，所以要叩头嘛，叩头不是合同嘛，是不是？把我们叩头到最后像小孩子这么样纯真无邪了，那这样是不是有3个字啦？我们的第二宝里面是不是5个字里面有3个字啦？有没有3个字啦？性心生是不是3个字啦？佛法生3个字有没有？我们3个字了有没有？好，最后菩提说婆诃，叫做什么？弥勒。菩提就是觉性嘛，弥伦十方，说婆诃就是当速成就，刹那成就，乐无所住，又回到我们原来的零了。所以0、1、2、3出去，又回到0了。这个就是或许说叫做胆知啊，精华的精华，精华的精华，就是我们的5个字。所以心经嘛，我们5个字不就是心经吗？是不是？好。那么这个刚刚你看，般若波罗蜜是大神咒、大明咒，是无上咒、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各位，那刚后学讲的那一点真心，刚后学讲的那个浩然正气，刚后学就讲的那个就是无上咒、无等等咒。咒就是收束身心嘛。我们2个眼睛不像一个咒字吗？从这样射回来嘛。人未受形，彼现受胎，所以叫鼻祖，有没有？妈妈怀胎的时候，人未受形，鼻现受胎，那个地方没有名字，在鼻子上面，这叫鼻祖。为什么不叫眼足、耳足、口足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法门，重要的枢纽那我们这底下讲了那么多的《道德经》啊，简单的说就是那个，你看它《道德经》那个知其雄，守其雌啊，知其白，守其黑啊，知其荣，守其助啊，就是要让我们这个在阴阳对待的两端摆平了。当你得意的时候，你不要得意忘形啊；当你失意的时候，也不要，这就是让我们平衡，你知道吗？平衡了，平衡了以后，才能够找到那个一。一就是常德不离，常德不特，常德乃足。然后就回归怎么样？回归那个无极啦，回归那个婴儿啦，回归那个普啦。所以这个都有，老子《道德经》讲那么多都是一样。所以心平何劳持戒？心平何劳持戒？为什么那么多戒律？因为你不平嘛。那如果平的话呢，就没有那么多戒律嘛。平了表示你心很安详嘛，你流露出来都很有道嘛。你找到了这个道了，你流露出来是德了嘛。行者何用修禅？直心出来的话，那就没有什么禅不禅。所以我们在肚子就是最禅就是禅定啊。你看讲2个小时，心无旁骛啊，那不就禅定吗？那比坐在那边坐了半天，那更有意义嘛，是不是？好，
所以登玄关入圣域嘛，找到这个玄关要入圣域嘛，所以要登堂入室。我们三宝要常用，要常用，心要常收束，在哪里自己知道，对不对？然后慢慢涵养，然后慢慢用出来。好，那么这有些的是说戒定慧嘛。当我们心戒是戒我们恶不平的心，平了以后，我们心就有定嘛，要心都很平，就有定性，定性就有智慧嘛，对不对？所以戒定慧嘛，也圣经上讲的独生子不拜偶像，偶就是那个恶啦，像就是那个形象嘛，独生子就是那个独一不二的嘛，我们那个真心是独一不二的嘛，上帝你看那大学23的叫做性心身是一贯嘛，明白这个理的为成圣嘛，明白这个气的呢为显，明白讲的这个三的呢就是凡夫了。所以圣人孟老子为成圣孟老子悟到如如不动的这个嘛，告子可善可恶，所以他成贤人嘛。荀子呢，他不列圣贤，所以呢他直相嘛，住在这个外在的。那么这里面讲了很多万物生有，有生有无第28那个《道德经》所讲的，一曰慈，二曰俭，三不敢为天下先。慈就是本性嘛，俭就是要用一心，不用二心。较欠的，简单一点，越简单越好，所以简单才明了嘛。讲道理也是一样啊，讲道要越讲入性理嘛。但我们讲的哇，讲了很多很多，讲到最后好像很会讲，不知道在讲什么不应机，法是以心印心嘛。讲到他的心心印，那个印印件就是一个印你看那领钱就是一个印件嘛，差一点点就不行了。那个心和天心一样的，很清纯的，很简单的第30讲的这个法非应有三千七境大圣正宗，法非应有就讲了《金刚经》讲的就是你看讲了法非应有的第一份就讲本性从孤独引入社会大成，又回到本处，是不是这后面会提到的。那第2份须菩提才问说，哇，太妙了，佛陀太妙了。有善人心里要发现的时候，请问他心要住哪里？要从哪里降伏？好，这是2个问题。你这个道那么好，请你告诉我，我现在好烦你告诉我怎么样来安顿我的心？这个就是如是住，如是降伏。那后面我们再来解释这个所以这个这后面圣父、圣灵、圣子圣父、圣灵、圣子。圣经最后一个圣父圣灵也是三位一体嘛，这个不异、变异、交异。不异就讲那个本性，我们自性本性是不变的。那我们的心呢是变得有常，不再善就是恶，不再好就是坏。那一切的相就是变得无常、交异好，那佛陀不是讲有一个4条愿嘛？有没有？自心众生无边誓愿度，讲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心中的众生嘛，我们心中所造成的湿生、卵生、胎生、发生、有想、无想、非有想、非无想这些众生嘛，这些我们要把它度尽嘛。那这些怎么来的？就是我们起心住相生那么多心，才变成那么多众生嘛。所以我们把它度尽，都是我们的心嘛。那自心烦恼无边誓愿断，刚后学提到了，就是我们的妄想分别心嘛。那自性法门无量誓愿学，就是我们的执着我执法执；自性无上佛道誓愿成，就是本性所以众生每个人都有的。所以明师一支点的殊胜明师一支点，我们得到这一支点以后，我们要善自护持，广度有情。善自护持什么？护持刚后学讲了那个元神那个精气神，聚精会神。我们常讲说心神不宁，有没有？心和神不安宁了，有没有？所以我们求到以后，点亮了以后，佛灯点亮，如果不加油，佛灯会怎么样？会熄掉。我们今天老师给我们一点了以后，如果不好好去存养它，会怎么样？会熄掉了。你不相信3、5个月你不到佛堂到最后你忘掉你有求过道，对不对？忘掉你是道亲忘掉和世俗人就慢慢一样。所以也就是很多的习性、很多的业力周遭一直进来了。
所以我们常常回到佛堂是什么？充电，充电啊，加油啊，一直加油，加。哦哟，幸好这次有回来台湾，哇，幸好听到那么多道理，是不是？慢又充电了。1个礼拜回到回去佛堂一次，好，那就是充电。2个3个礼拜不来的时候，忘掉了，是不是？那个手机有没有？手机我们常常用没有电的时候啊，你知道什么？哎，听不到，听不清楚，都听不清楚了。所以我们要回来充电，充完以后，哇，手机又有电了，你看嘛，是不是？你没有电的时候展现什么样啊？很烦啊，很懊恼，很易主啊，杂乱无章啊，分彼论词啊，很心浮气躁，有没有这种感觉？看什么都不顺眼，烦啊！到什么到不到的，那什么话都会讲出来啊！你知道，没有电啊，灯啊没有油了。你看那个灯快没有油的时候，哎呦，快点加油，它又都起来了。所以我们这个灯不能整熄掉哦。你看有些那个看啊，有些这个哇，有些那个前辈五彩光啊，哇，那个很亮，不是就是能量很足就对了。所以这个就是这个道很重要，所以要护持它，护持这个道，护持这个天命啊，护持这个道场，广度有情，留步将来无量断劫。所以以前空老讲说，子贡啊，你以为我学了很多，记得很多吗？子贡说，难道不是吗？回也无一以贯之啊，我就是用就是用这个真心，用这个元神，用这个佛性来贯通一切的事情的道理啊。所以我们那开示悟入啊，开啊，老师的三宝就好，不让打开了，用1、2、3打开我们，让我们找到了这个源头啊。然后这三宝告诉我们以后，我们传道过程当中要讲那么多的话，那些就是启示我们了，那个很重要。已经得一子可以飘飘在天堂，西天虽远是请客道，这叫顿教法门，很重要。所以老师的三宝，老师讲了那么多的叮咛告诫的话，这些当中就是要让我们关照啊，借这些话，这些三宝要关照般若，关照我们的往内关照，得到的智慧才能够契入本性，才能够找到实相般若啊。所以刚刚这个都讲过了。好，后学比喻说，明师一指点，就好比我们早上上高速公路的交流道，是不是上高速公路要找交流道？找到交流道要上高速公路，是不是很快？没有找上高速公路，你走省道啊，走那个是不是红绿灯又多了，车子又多了，又堵车了，又塞车，是不是车水马龙，又耗费很多时间？我们今天求道以后，好像你求道以后，好像很多事自然而然，很多的迎刃而解，有没有这种感觉？求道法会，然后好像进步特别快，以前看不懂的经典，它就忽然就通了；想不开了，忽然想开了，有没有这种感觉？但是还不够满意就对了，成佛的法门啊！你说成佛那么简单，成佛100分，当然一下100分很难。但是后学现在从0分开始起跳，可以吗？我们从0分开始起跳，可以吗？我们这就没有压力了嘛，对不对？如果那么容易就成佛了，当然了，不修不办怎么能成佛？如果那么能够成佛的话，那佛桌上就摆不下去了，大家都往上面去争啊，对不对？所以不容易啊。但是是一步一脚印的，一点一滴的，一辈子一直走，百考不退，千磨万考不退志的，那才能够也有成就的这个无上的佛道。所以明师一指点啊，这好像一把钥匙。我们找到这个钥匙呢，那是一个开关嘛。所以玄关教这个道就像开关一样啊，要开要关，有个开关嘛，要不然你怎么把这个灯控制啊？不是用开关吗？我们今天如果没有明师一指点，要怎么修？不容易啊，不容易啊。那如果今天不是求道，你要怎么收拾我们的心？那只有乖乖的念佛号，对不对？你既然那么多的杂念，你这样念东念西，念长念短，念大念小，你就念阿弥陀佛好了，那叫做对治法，对治。你既然杂念那么多，好了，你就念阿弥陀佛，念佛号来代替那些杂念。但是现在求道以后是告诉你谁在起这个念。那个刚后学讲嘛，就是要先刹车，要先刹车，先制止，让这个起心动念的起点这个地方你都稳住了，
那懂吗？然后再进一步才去关照内在的内心世界，关照嘛，关照内在的心呐啊！所以这个就是明师一字点，就是先天后天的枢纽。动了就是后天嘛，还没有动叫先天嘛。所以先天后天，你从哪里下手？就好比说天秤的平衡点，天秤是不是中间一个平衡点啊？那个支撑点很重要。乾观教就是那个叫为天地立心呐、我们立足这个小天地的心，就是那个真心那个地方。动与不动，那叫真心嘛。所以为什么叫不失三不四？那个当下那个有没有？还没有起心动念，不失三不四的那个就是本来面目。那怎么进入这个本来面目？所以一指点直截了当，这叫顿教法门呐、知止所在哈。耶稣在圣经上讲的，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做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做分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做黑暗的，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各位，眼睛身上的灯，所以这个刚后就讲，我们是说灯塔、啊，这个灯做嘹亮，是不是照亮全世界啊？这个灯做分花、啊，就不清楚了。所以一个人当没有智慧的时候，是不是跌跌撞撞啊？怎么做都不对，对不对？当你有智慧的时候，做什么事情是不是得心应手？左右什么逢源，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这个灯，所以我们常讲一目了然。为什么不叫两目了然？两目就没有办法了然了，是不是？所以这个里头的光做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因此耶稣说，祷告的时候要进入内室。祷告的时候啊，你要回到灵。因为上帝就是灵那个地方，对不对？门要默祷，门要关起来，就是那个恶不要动了，不要动恶了。那个门，那个恶，那个阴阳是不是像门一样？机关，那个门是这样写的，有没有？要一回到灵，那个门，那个恶不要动。你不用重复的话，我们是一般到庙里面是一直用重复的话，像一点啊，碎念，一直念，对不对？以为话多闭门垂听，以为话很多，菩萨会听到。那圣经上说，也就是说，你进入内室，不要用重复的话，不要以为话多闭门垂听，因为你还没有你要讲的话，上帝就知道，老久知道你要讲什么了。上帝就是妈妈嘛，妈妈，你孩子要开口，妈妈不知道，妈，我。啊，不要我了，我谁不知道你要想什么，是不是这样子？因为上帝在我里面嘛，妈妈在我们里面嘛，你要讲什么，他妈妈早就知道了。不要以为话多闭门垂听，因为我们还没开口以前，上帝已经知道你要讲什么了。就是我们的本性，我们的本性就是上帝啦，所以要进入内室，祷告。所以基督教叫做默祷，默就是不出声音嘛。好，这个圣经讲这个更妙了。假如你有100只羊，掉了其中的一只，难道你不暂时离开99只来找那一只？当你找到那一只的快乐，比99只的快乐还要快乐。那个2和3就是99只啦。2和3，2233有没有？那个1就那一只，找到那一只的快乐，找到那一只就找到0了，对不对？2和3你拥有很多了。2和3啊，时间空间拥有很多。但是那个都是梦幻泡影啊，有没有？到最后怎么样？要走的时候一无所有嘛。所以找到假如100只羊，掉了其中的一只，那一只就是那个本心呐、所以叫不是本心，学法无益嘛。找到了本心，就找到本性嘛。找到本性，不就100只就现前了吗？但是你有99只。你懂了很多，哇，什么都懂，但是找不到本心。我很会念佛号，很会念经，但是本心不知道。那这样的100只，你再99只没有找到那只也没有用了，知道意思吗？我们有一个讲师在道场里面修到很久，但是没有信心了，就去听师父讲《金刚经》，讲年头讲到年尾。如是住，如是我闻，一直从开始就如是，
如是我闻就讲了4个小时，讲到最后一天呐，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怎么样？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都是要怎么样？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个讲师就按耐不住了，他说：“师父啊，你讲的这个如是到底怎么如法呢？”这个师父就面有难色，这个挺难懂的啊，讲了你也不懂。后来说：“其实我也不懂啊。”后来这个就回来佛堂，后来就是原来这样子。所以《金刚经》从第一份都不讲社会成住孤独言，最后又还这本处，有没有？你从哪里来？从脸出去的，最后又回到脸，就讲完了，一句话也没有说。你从马来西亚，你从泰国回来，上完课回家，那就是一部《金刚经》哦，对不对？那你到了最后一天，你再问说讲师点的是，我要回哪里呀？你从哪里来就回到哪里去吗？我懂了，我开悟了，懂意思吗？《金刚经》讲的是这个，所以从哪里来？从孤独园入社会大乘，你是孤独园，自信不孤独吗？我们老母孤独吗？你从那边孤独园来的，对不对？你去应用，不管到哪里，到最后是不是要还之本处？你看没有讲一句话，这无言之道，可是都讲完了。到第2份须菩提才问佛陀，哇，佛陀太慈悲了，你太会照顾大菩萨、小菩萨了。我问2个问题：如果有善男信女要发心的时候，请问他心要住哪里？第2个，从哪里降伏？2个问题哦。就像说，你道那么好，我心里好烦哦，我心不知道怎么降伏他。你告诉我，我要常住哪里？我心要从哪里降伏？你说善哉善哉，我可以告诉你啦。当你要发心的时候，第1个如是住，如是就是还没有动以前那个地方，就是你要住的地方，还没有动什么动妄念、动分别的那个当下，就是你要住的地方。你之前没有动过呀，是我们心动了嘛？那你心动了，既然动了，才那么多的烦恼，那动了就回到还没有动以前那个地方，就 OK 了嘛？懂意思吗？所以第1个答案就是说如是住，就是住在哪里？住在你还没有起心动念以前那个地方，还没有起心以前那个地方啊，那个地方就是你要住的地方，叫做如是住。所以住就是不住在得失对错好坏时间，不要住在时间空间这些一切，就叫如是住。哪里降伏呢？哪里降伏呢？就是简单讲，就是依那个地方。你从玄关下这个地方降伏，您从这个常住真心嘛，如是这个地方，是不是可以降伏起心？降伏什么心？降伏2233的心嘛。大家同意吗？你要刹车，就来先刹车嘛。从哪里刹车？你起心那个地方去刹车嘛。他懂意思吗？所以哪里住哪里降伏，如是住如是降伏，这叫四寂寂。这后续的解释了不一定代表一定是这样子。不过大家听听看，受用了，你慢慢体会。那么后来呢？第3份当然讲四生、卵生、化生、有想、无想、非有想，是讲的是我们的身呐大乘正宗。后来须菩提呢，那佛陀就一而再再而三地给须菩提说，你如果能够为人家解说这部经，哪部经？就是那个灵那个经。五教圣人讲那么多经典，就是讲那么多的恶法，摆平我们的恶法，让我们回到了原来的那个本体，对不对？戒法悟性嘛，是叫清净经，叫做心经，叫做金刚经，叫做圣经，叫做大学，叫做中庸，是不是讲那个灵？那个灵又是什么？在我们身上。所以家家有一本什么？懂了你就懂了，会心微笑；你不懂了就伤脑筋了，懂吗？所以佛陀给须菩提讲，你如果能够为人家解说这部经，我们又能够受持读诵。受持读诵，受就是接受嘛，持就是保持嘛，读
念念不离这个读啦，诵着它，就是念念不离那个清净，念念无所住你能够受持读诵这部经，为人家解说这部经，又能够为人家解说这个四季记。人家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哪里住哪里降伏？如是住，如是降伏。你要解释得清楚啊。那这样的话，那个功德难以言喻啊。这个很难讲，所以佛陀在比喻世界七宝布施多不多？多。我用世界七宝布施来布施多不多？多。但是毕竟是有形有相嘛，对不对？还不如为人家解说这部经，为了受持读诵这部经，为人家解说部《四季记》。那恒河的沙多不多？多。每个恒河的沙又变成一个恒河，多不多？多。恒河的沙又变成恒河，那么多的布施的功德，还不如为人家解说这部经。哪一部经？就是那部经，自性这部经，对不对？讲到这个地方，须菩提哭出来了，嚎啕大哭啊！我从以前到现在，从来都不曾得闻如是甚深微妙的经典。因为佛以后再有人像我须菩提听到这个，会不会像我一念生清净心而生实相？佛陀在说：“你不要这样讲啊！佛陀归空2500年后啊，再有人像你须菩提听到这个，他就能够生清净心而生这个实相啊！你要知道那个人啊。”不是修一佛、二佛、三世五佛，修的累积都在修行，才能够得到这个因缘啊。就是说，我们现在，我们大家，我们一求道以后，我们就悟觉心开了；我们一求道以后，我们就发心了；我们一求道以后，我们就懂得度人了；我们一求道以后，我们就摄佛堂就开风下种了。你看，就是我们大家所以累积的修行。前后一共讲了多少次？讲了11次的经，就是那个无字真经啊。也讲了7次的四季记，我给他算过。所以你如果为人家解说这部经，又能够受持读诵这部经，各位贤贤，我们现在就是像一个塔。佛那时候没有庙嘛，对不对？我们这个就像一个塔，你们那尊佛在研法，知道吗？也让大家每个人都能够体悟到这个甚深微妙的法门。所以讲到最后，哇，这那个，一切天人阿修罗都坐你围绕，以诸华香而善其处。所以，当你一清净的时候，一发喜的时候，一生命一感动的时候，有没有常常闻到一阵一阵的那个，那先我的赞叹啦，天人赞叹啦当然也不要在意这些，我们真的是心那先和你的心无私无我了，和诸我不再相通了，所以那个是很微妙的一件事情所以四代祖师讲百千法门同归方寸，百千的法门最后都同归方寸的本心，回到一心。河沙妙德总在心源，心的源头有河沙，所以无常之德嘛。找到这个道，那个德性流露出来，像河里面的沙那么多。所以一切界定会神通变化，本来就具足的。所以不要在外面再学一个什么神通我们本来就很神，就很通达的嘛。如但正心自在，莫作观行，亦莫成心。行住坐卧，触目一言，都是自性佛的妙用。快乐无有就是佛。所以我们大家为什么我们法会最后一堂课叫做皆大欢喜？我们修就是要快乐无忧，很欢喜，很感动，是不是？每个都乐在其中，那这样就是佛了。所以老师要我们点亮一把心传的灯火，就可以照亮世界黑暗角落。好比雾夜灯塔，永远守候，让归航船只安全的回到港口。后续我跟你讲，我说我们这个像一个灯塔嘛，像不像灯塔你看，每个人到世界各国，你看你在的地方就是灯塔的地方周边很多的小船，好苦好烦因为找不到出口嘛，找不到靠岸的港口嘛。但是因为看到你这个灯塔，因为你引他求道，点亮他的灯，他也变成一个灯塔了，是不是？但是不要这个灯塔熄掉了，后面就没有希望了。后面旁边就没有希望了。所以我们这个灯要常常亮的好，我们再来看看这15代所讲的：闲观一窍是引诱人，即到彼岸奢侈心。自性身中无定所，佛在心头无影山。闲观一窍，
这个一啊，玄关一窍啊，是为了这玄关一窍是引导你到这个灵，到这个彼岸，即到彼岸，再舍此心呐、啊。当然，我们今天还没有真正的达到彼岸，所以常常要借这个玄关窍，对不对？因为这个玄关窍，我才不会落入恶汉山嘛。自性身中无定所，佛在心头无影山。这个第一个重要的枢纽，这是一个能量磁场的一个中心点，一个枢纽。所以你说自性只有在这边吗？那脚底没有吗？要不然脚底痒你怎么知道？背部痒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在那边痒？所以佛在自性身中是无定所，佛在心头无影山。自性是大无外小无内嘛，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枢纽啦为的是引子见业嘛，戒法悟性嘛。好，这个也很重要。一念不生无可少，金丹不炼自然圆。各位，当你一念不生，不生什么？不生恶心，不生恶心就不用少了嘛，对不对？所以你不生那么多孩子，就不要养那么多孩子嘛，对不对？所以一人保一家保。那你要生了那么多，你才说哦烦哦累哦，是不是这样子？金丹不炼自然，自性道不用修，自性就是金丹，金丹就是自性，自性不用修，只是不能污染。金丹不用练，它自然是远的，因为既然是不动、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既然是本无动摇、本自具足，是本不生灭，你要修什么？不用修。所以我们只是拨引见日嘛，拨引啊，把妄想执着那些化掉了以后，那自然的现前了嘛。时代就是说，礼经拜相是人心造，极乐乃是不动天啊。我们为什么一直要念经？为什么要一直叩头？就是因为我们动太多人心，所以借这个叩头礼拜来降服我们的人心嘛。当然啦，它有它的，当然有它的含义啦。极乐乃是不动天，极乐就是自性，自性本体它是不动的。那我们心一直动嘛，既然要动，就是借这个动，一直动，动着叩头是不是？一直念经，念经，借着念经来收束我们的心，念到最后一心不乱，一心不恶，一心清净，最后明心见性了。所以法无高下，应机则已嘛。一念动就是轮回一种，一念动一生二就轮回的开始了。那一念静呢，一回到零呢，就是金刚身。此间若能分明了，常为神仙，不为人。此间若能分清楚你常为仙，不是人所以这个或者讲说玄关窍这个呢，就是动和静、外和内一个平衡处了。玄关窍这个我们常常找到平衡嘛，是吧？平了，到哪里都安了，到哪里都随意，一切的因缘心都很平，随意而安嘛。这个中心主轴，挑卡那个柱子要强了。所以这不管是动静外内放收我们都很平。我们现在呢，动得多，静得少，对不对？晃得很多，收得很少，对不对？往外很多，往内很少，对不对？所以常常最近很不平衡，常常很烦，有没有这样感觉？所以慢慢要学，有动就要静，有晃就要收，有外就要内，内外一致的嘛那老子讲的古神不死，是谓玄牝，这就是古神叫玄牝，空中妙有的，这个是天地的根天地的根。我们这个小天地的根就这个地方，天有天之中，地有地之中，人有人之中，人的中就天地的根绵绵若存，绵绵密密，绵绵细遗，绵绵密密就是不断不断的26中的都在存养它，用之不勤，你要用用着就用不完用不完了，勤就不要很勤快的去找这个东西了，是不是？时时刻刻，平时就像战士一样。老子《道德经》讲的，常有，亦以观其教；常无，亦以观其妙。此两者，同出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常有什么呢？就是有2和3的3心4相。常有3心4相，就要快点观教，观那个窍门找到那个圆心点的地方，归零就归一了，先归你一个清净心。常无呢，亦以观其妙。
无什么，没有三心四相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烦恼的时候，那个妙啊，那个妙在其中了。两者同出一名，玄关玄窍，玄关玄妙，两个都同样一个源头出来的，但是不同的名字，同样都叫做玄。玄之又玄，所以众妙之门呐、所以那个门很重要啊。所以六祖也告诉我们，叫依此说嘛，依此说，就照这样去说，依此做，依此行，依此用，即不是本宗。所以你看六祖坛经里面到后面的对治法，对治法，一切善念恶念都要放下，都放下了，那没有名字，没有名字的名字，名以自性了，从自性再用出来。从自性起用嘛，所以收集虽万般，合理还归一啊。说是说那么多啦，最后呢，合理合自性的理啊，一定要先归一心，再归本性啊。归元无二路，方便有多门。归元呐，回归元呐，一元复始是万象更新呐。归元没有两条路的，没有两，所以一定是自本性兼的本性啊。但是明心见性还不够，还要存心养性，啊，有时候呢要心动了，就要修心，所以修叫做教嘛，修道之谓教，教义、教化、教导就是教你怎么化掉，所以方便是有多门的。那这个以前的历代祖师的传承过程当中，那几句话就开悟了。那神光去找达摩，替我安心，他为什么要安心？因为心不平了，是不是在恶不平啦？那恶不平从哪里来？不平从本来是平的嘛，对不对？对不对？那达摩祖师问他：好了，那你不平的心拿出来，我替你安呐。这个时候，我们道亲或许我们都有一个习惯，没有问都知道哦，一问哦，对哦，我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啊，一问都三不知，对不对？没有问都知道哦，但是问了不一定知道，是不是这样子？因为他回光返照的不够，力道不够。所以当达摩祖师问他说：那你不安的心拿出来，我替你安啊。这个时候他才一回光返照，拿不出来，因为从2一回光返照，是不是回到0啊？回到0那个地方拿得出来吗？拿不出来，好，安好了，就安在那个地方。当下他开悟，为什么人家一句话就开悟，我们讲了半天都不开悟呢？那第4代祖师问他：你替我解脱，是不是我们在恶里面解不开了？心有千千结，心有千千结，你替我解脱，那谁帮你啊？对哦，谁帮我？叫世间本无事，怎么样？庸人自扰之。没有人帮你，那解开了，他当下也开悟，2句话就开悟了呢。其实老师应该一点到，我们就你今得一直飘飘在天堂就开悟了。为什么点了半天开不了呢？不但没有办法悟，还耽误，误了很多人了，对不对？所以这个还包括你看那个陈慧明找六祖的，六祖说不是善不是恶，就是本来面目啊。如来密有没有更简单的？你有没有看波？没有，如若反照就是密。你一反照一回头，那个就是密。所以那个秘密啊，最大的秘密就是没有秘密，懂吗？最大的天机没有天机了，懂吗？你天天都生病啊，没有病该多好，没有病你就不能讲说我最近怎么有病呢？不可以讲，那秘密啊，懂吗？秘密啊，所以叫密宗。密宗也讲3宝啊，第1个心观想佛，第2口念咒，第3打手印，还不就是我们的3宝？对，但是他不晓得，他们在心观想佛，观想哪个佛啊？自性佛。口念咒，为什么那么多感应？他念了鬼神的名字，当然灵验啊。你一直请他，他一直来啊，他一直帮助你啊。可是你请他来容易，你要送他走就不容易了，懂吗？第3打手印，印就是合同的意思嘛。你看上合诸佛庙里，下合众生的心，上下都通的时候，你那个身，其实每个人身上都有的，每个在办道过程当中都有的，妙不可言呐。好，所以我们求得道以后，好比在上面开了一个户头，但是从来没有存过钱，你要用的时候里面是空的，刷卡刷不出来，你知道吗？有没有这种感觉啊？怎么不灵验呢？怎么人家就那么妙，我怎么都不妙呢？因为我里面银行没有空的，
刷卡提款提不出来嘛，所以就靠我们平常办道度人功德、开荒下种行善积德，一直做，勿以善小而不为一点滴滴的累积，寸功不昧一直做到最后。所以你可以逢凶化吉，遇难增祥。当然碰到有事情，老师出面出面当和事佬的时候对不对？我这徒弟就这样子，起人就是这样好不好？他银行就有点，我就拨款给你，我就给你转账转账，转账，转就过去了，好了就没有事嘞，真的很灵的。你不相信？各位，你看家里有什么事你在佛前烧大把香，说老师，我现在不管财事法事无为生，你大胆的说出去，你要这样做。我告诉你，很多病人家人，他就医院里马上很快就3-2天就出院了，本来昏迷不醒的就醒过来了，你知道意思吗？很妙的各位，我们看到山的地方，那个向天，是不是也是7天的地方？我们是不是也是理天的地方？我们现在住在向天，对不对？这个的向天的地方，请问这个地方向天的地方，是不是也是同时是7天的地方？也是同时理天的地方。那各位，我们现在有没有离开理天？是因为我们心住在相，6尘上染着太深，我们在气产生强烈的分别。那如果能够离相，超越这个气的对待，是不是现在就是理天所以老师才告诉我们：西天虽远，请客到。所以恶目要回光，一点真太阳。你今得一子，飘飘在天堂。西天虽远，请客到。是不是讲的都是顿教法门好，一切《金刚经》讲的，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所差别。所以圣人为什么成圣？贤人为什么不能够成圣？贤人用的是有为法，有助有为，尽下流嘛。圣人用的是无为法，无为法无为而无所不为。所以无为法才是古佛的密印我们得了三宝心嘛，就是无为法成就无上的无为法让你成就那样的无为法成就那种明心见性的法门古佛的密印，无为法是三教的道纲，一无为了万法，即到天堂。无为法在当前如意即是，如也如自在，就是了。只要我们仗慧见，割断柔肠，割断二汉三的牵缠挂度了三心少，四相生，真神即现。二汉三都放下，真神就现前了。烦恼尽，妄想除，主人自康。不用劳动接引的仙佛前来接引，心一静，真性复，即见无妨。将来不用劳动，仙佛接引我们心只要一清净下来，真性现前，就见到了我们自己的自性老母了。何用凡护法神前来护佑？性一见，金光现，万邪退场。认得真，养得道，超越佛祖。见得实，说得出，就是栋梁。各位，这是重点是你说我道真理真天命真，真在哪里？我们会说得出来我们没有体悟，要领悟没有办法大悟，要小悟，慢慢累积慢慢累积，到最后原来是这样子这就是无为法真凭实际，不是一般的有为法两头齐忙。这就讲外面的各位听着看看不练经就练气，血心用尽，有没有？参禅打坐啦，转法轮一周天的啦，又提上又提下，元神劳伤有阴阳就难逃轮回之苦，就是讲二和三住在上面的。有对待就不是无上的法王，大周天小周天都是小道，练阴神练阳神，最后皆落空亡。到后来大限到的时候，不能做主，黑暗暗昏沉沉，哪是家乡？到此时方晓得有为无补，才后悔生前时传授平常，才后悔哎呦，我怎么修到结果是这样子？才后悔当时生前的时候传的那个原来是这么样的不是真正的超生了死的法门上天道不分先后，达者机上。道理真，凭据真，才能收言。俺如今参明了，天人一贯，会三教，通万法，一目了然。众道友不要贪恋小道之主，性中物，命未传，难逃劫焉。你纵然是领悟了，但是没有得到天命名师的真传，也没有办法躲过这个劫难一人真，万人真，同登彼岸；一人假，万人假，同对一间。现如今杂法星千足万组，都有机，都有盘，都有佛仙
所以各位前人不要说，哎呦，那个老师也这样讲啊，那个是老师啊，那是观音菩萨呀，都有鸡，都有盘，都有活仙，大家知道吗？啊，所以不要随便跑，不要随便听，修听学人什么？啊，劳酸益马呢，让那妄念不要生啊，叫他念无生啊。啊，理合天，性合天，啊，真收言只有一，言无二理。理合天，性合天才是真权呐。所以自性不言，忙外办，道时孔义最幽冥。只有办道没有修道也是不可以的，叫做修福不修道。度人没有度己也是不可以的。弘法不知自性悟，身外说法是下流啊！啊，所以弥勒的净土，奉献没有条件，牺牲不为自己啊，尽义务没有权利的，付出不占有的啊。我们在弥勒的家园的人，我们没有压力，但是每人都很尽力。啊，弥勒家园的人都很谦卑、很感恩、柔软、同理心啊，也不计较，讲话轻声细语，随喜布施，心量广大，无私无我，不怕麻烦，上合天心，下合人情，而且啊，弥勒家园的人都是推功揽过，随顺因缘，无怨无悔，心甘情愿，法喜充满，而且都一道同风，不分彼此，见道成道，实现弥勒的净土啊。那我们所以有普度，有收言。普度呢，普遍度化众生；那自己收言哦。各位将来出现说，哦，我这个才是收言啊！我这是千万注意，所以收言是自己的心收言。收言，自己心中收言，不是跟在哪里跟谁去收言，懂的意思吗？不是人在收言，是我们的心按老祖师契机了，这就收言了。所以收言是比不得开荒门面。开荒啊，就披荆斩棘啊！但有开荒要有结果呀，对不对？有开花要结果呀，对不对？到最后让大家都能圆满嘛。老吾皇在人间，不离眼前。善一恶，是一会，当下批判，速回头，任无声，就是共办收言。所以一回到零，任无声，认识我们自己的无声就是老母嘛。无声就是顿滑呀，就是收言的。那问题我们回不回头啊？那不回头，那就很难收。我们留在2233，没有回头就很难了。所以速速回头，任无声，就是共办收言。咱都是同一个老母，哪有后偏？原来的自性不分你我，一脉相连。老慈母他无私，公心一片，咱何必分彼此2233？我们为什么在2233里面呢？我们借这个一就回到零啦。哪怕就怕办到最后是你贵我贱，有高有低啦。大真空必须要练成一团，这才了却了诸佛祖的弘誓大愿，在无极寿香烟18000年。大家懂意思吗？一本善万书就是大开普度啦。那万书归一本就是收言嘛，这是靠自己的，不是另外有一个谁来做收言的，知道意思吗？数不尽说不完48组乱收言。都说是涨天盘，不知涨的是哪重天呐？这是祖师说的。现在后学讲的都是我们祖师大德讲的，不是后学说的，都是历代祖师讲下来，15代祖师啊，一些老门师讲的话，后学是学说这些祖师大德讲的话，跟大家做报告、做分享啊。所以，我们如果收自己的言，我们一定自己要收心言算一码，练己纯熟，可以还丹，收四门、收六事啊，视听言动啊，六事啊。才能够三花祭典，无际草原，万脉归根，一线圆明。所以身内收言不容易，何况收天人之言。所以自己怎么收言呢？一定要内收气质，外收行持。我们的气质往内收，一切人相我相，感高兼担嫉妒种种不悦于人，都要收入忍辱袋中，而且要活泼圆通，不露龟角，不露棱棱角角啦，常常会刺到人啊。内要精明，外要浑厚，敬上爱下，克己和人。佛规很严整，气象又很和平，平时信实温恭，以身作则。碰到事情的时候呢，宽容忍耐，躯体人情为圣德之感人呐，德性感人，就像春风之匹物，近则悦乎，远则怀之，才可以收天下人之缘。所以我们当讲师、坛主、点燃师都一样，不然的话，如果言动放肆啊，讲话很放肆不知收束。棱角峭立，不能圆融，人就会怕了，天必因除其名。所以时间用诈，抢功夺果，贪财利己，回家润身，
欺师灭祖，违背妙行的，爱奉承喜逢迎，权势压人，好色福，想厚福银财，滥用的，分门别户，称师做主的，啊，欺人欺心，欺理欺天，面试卑微，阳奉阴违，口弄两舌，脚踏两船，就不是上天要的好的选的种子啊！现在不是天开科学吗？拔精选萃吗？哎，就是这个啊，所以这个，所以很多异端邪说啊，无忌惮，旁门外道将人满，况得玉人团团转，苦死无成是可怜。也有安如气力点，也有抽拱气天堑。天命自性全不晓，离性砍命胡乱言啊！天离奇坎搬精气，自然显脉颠倒颠，就是外面教的很多的法门呐啊！团沙难成黄粱幻，磨砖作镜是万万难。这个修法太有为了，射箭虚空终须坠，皆因直向任后天呐。这个都一事无成的，所以有叫九节玄功。九节啊，九节玄功呢，讲了那么多，其实呢，也有周天功夫，就是讲那个怎么转法轮印周天的。但是我们的道叫做顿教功夫，顿教功夫直截了当。所以这个九节玄功呢，虽然讲那么多，但是最后一事无成，因为人心守玄关嘛，都用心劳形，百无一成啊。这个是周天功夫呢，就是有些在转法轮印周天，虽然有得了一些效验，但是都是了心了意，真火下降，下手丹田，了心了意这个所以真水自生。那么到最后这样修呢，水生火降水火既济，最后呢，法轮常转，久久功存，神随气行，直出小习天，入大习天，可以做气天的神仙，以天地同寿，以日夜7年。但是元气中了以后呢，亦一气寂尽了。可是我们三教顿法不一样了，三教尊传是顿教法门，无助的心法，无为的大道，参得透，当前即是，解得开，转瞬即成啊！顿教法门现出金刚身，亿万劫之三灾八难不能够损其一毫，认得本来面目，3000界之凶神恶煞，无感尽在只持，清净百千劫，快乐亿万年，以无极同寿，以仙火其间，怎么可以以旁门小道同日而已啊？所以各位，我们要抓住这条金线，就是这样子的啊。老师给我们做了一封信跟大家分享，在滚滚的红尘世上，漫漫的岁月里，解不完世俗的痛苦是不是世俗的事太多了？道不尽内心的忧愁一切压力与挫折都默默的承受和承受，是不是？不管生是凡事，人生的道路自己抉择，心甘情愿，要不愿悔，点点滴滴伴着成长的足迹。不管再生再凡，这都是大家立的愿，来到凡间的，大家有这个愿，两愿还乡嘛。不管再累再苦，也要勇敢花钱迈步。心当内敛，物外放；眼当内观，物外瞧。心自且放，一字宽，公自厚而薄责一人最后这几个字，韬光养晦，日行之。所以我们大家慢慢的、不断的韬光养晦，每天呢不断储存这个能量，储存这个磁场。储存着身上的爱、智慧、爱心、正气才能够蕴藏无上的德性，睿智导众，明分中。我们就是要引导众生了解道的宗旨，了解道的一个核心的东西核心的东西那个主轴来造就动量。就今天我们的点子师用心良苦，国外的大家请大家回来我们不是要只是造就医院的治众生的病，我们希望造就各位贤贤都是我们医学院的都是学生，医学院将来都是医生，我们那就不得了了，就是我们要4两拨千斤，我们要整动整个世界，就是靠更多的医生，造就无数的栋梁散发无数光和热，温暖无数之长生。每个人身上都是光和热，可以温暖无穷无尽的长生我们到现在听到你几句话，悟觉心开哭哭啼啼的来到佛堂，听你讲几句话，求到了，他笑着走了，有没有很多笑着离开？所以点亮旷世长明灯，照亮无限之前程。希望每个人都是一个灯塔，每个人一个火炬。人的生命是很有限的，人的生命是很短暂的。我们希望每个蜡烛1-2个小时，但是我们的点更多的蜡烛，让这2个小时的生命不
再不会年轻。我们所以不能够增加生命的长度，可以控制宽度，对不对？我们不能改变别人，但是可以改变自己。我们不能改变我们的面容，可是可以展现笑容，是不是有这句话？所以我们此后，我们每个人都是举足轻重的，每个人都是佛教的栋梁，每个人都是老师的好弟子，每个老先生的好后学，每个人都如果将来大鹏展翅所以展开怎么样？挥万里千山那生命的舞台一定挥洒蔓延，蜕变的彩蝶起舞翩翩。可是大家的那个生命的舞台开始挥洒那每个人将来，所以更能够把这个道能够发挥到淋漓尽致，那就不虚此行了，就不枉费我们今世我们拜在一代名师的名下时间超过太久了，不知道几点开始了，可以了那就或许就巴拉扎扎了就是这一点点心得，其实都不是的，这是祖师大德讲的话，只不过或者平常看过的，就是最近的三宝这个心法的重要。那三宝心法简单的说，就是把人间变成天堂，我们的家变成天堂，我们道场变成天堂，我们的国家要变成人间的净土，这就是帮助祖师大德师师母完成这个心愿。谢谢大家，感谢大家，有错的地方请你赦罪，大家包涵，谢谢大家。